台南市议员蔡小伟表示，当初伫咧行政院振兴500卷还未定案的时，市长黄伟哲就曾经公开愿意帮助市民来出1000换500卷。现在中央定案1000块，唔免民众来支出。不过却无看到台南市府有任何的加码。对此，民进党籍的议员联合召开记者会，希望市府会用加码台南券或者是现金。市长率先带领的全国来抛出1000块，市府来支付，那表示当时市府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预算呐，哈。那我们更希望说，在这一段疫情期间，受苦的我们的台南市民，或者是我们的好朋友、商圈的好朋友也好，还是这个业者也好，他可以有感受这个明显的这个善意来补助啦。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边也希望说，将这样子的一个预算延续下去，继续发给我们的台南市民。那更有许多人在反映说，因为5倍券的面额太大，所以当然经发局有提到一些优惠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如果是像中汉议员刚建议的台南券，我们也可以改为面额较小的，甚至是夜市摊贩的部分，它都可以来使用更为方便。那台南券所带来的效益，或者是这18亿所花出来的效益，我相信一定会比这个18亿来的更倍增啦。假设我们可以直接加码加发1000，大家可以感受到，台南市政府有诚意啊，跟其他县市比起来会好一点。可是如果真的这个东西，我们要如何绑定在台南消费，绑商圈也好，绑我们夜市也好，让刚刚说我们1块钱可以相当于抵2块钱的话，是不是可以把整个这个消费券放大来使用？我相信这件事情确定在台南消费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也拜托财税局也好，我们经发局各位同仁也好，除了抽房子这件事情不错以外，那个去年这效果很好了，可是今年接下来你还要再只做到抽房子嘛？那代表我们只跟去年一样而已。我相信在黄伟哲市长的执政之下，应该是可以1年比1年更加进步的。对此，市府财政税务局回应，虽然市府这几档的财税还佫有剩余，不过整个的财政还是短促，针对议员的意见会召回明年。有关刚刚议座建议这个加发1000块现金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到7月底，我们的人口大概是186.8万，那算起来经费大概是18.68亿。那如果说在目前市政府的财政状况到109年底，我们的累计短出还有344亿。那所以在财源有限之下如果要发放现金的部分可能就必须要牺牲地方的建设或者是来举债。那所以这个部分因为财政还是很困难，我们必须要再审慎的再去考量评估了那议员的法规建议我们会带回去给市政府的长官来做决策上的参考。议员表示，比较其他县市，亲像嘉义、高雄、甲新北，拢有加码，希望台南市嘛会用的加码台南券或者是现金。加发台南券，振兴效果看得见。加发台南券，振兴效果看得见。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